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选民对拿立白3位副总统候选人介意的程度如何呢？有一个电视的新闻台针对这个部分来做民调，结果民众党吴欣盈的介意度上低，只有16%。吴欣盈自从参选到副总统了后，就积极来抢宪纲，早起嘛到立法院的违反委员会，也毋过9点开会时间已经到了，伊做主席煞迟到5分钟。吴欣盈为着拼选战，昨暗搁到台北树林的路边来演讲，伊用国语、台语、英语，甲支持者来博感情，要来展现伊的亲切感。大家好，晚安 ，Good evening everyone。一个上台就用3声道华语、台语、英语来甲大家小酒碰。吴欣盈昨伫咧树林街头抱头开讲，我的主张就是讲，台湾若是甲国际接轨。咱一半的问题拢解决啦。向政见争取选民的认同，吴欣盈致辞专程台语、华语南参做伙，想要让选民感受到家己的诚意。早起6点才坐回轮机转来，我咧中东、阿布达比、杜拜4天以后我就去美国去3天，今仔早起6点到台北。当然，台湾行程是排甲甜，下晝伫咧汇款委员会开启，中昼甲高温体含欧洲大赛食饭，暗时阁要伫咧街路开讲，毋过过两天阁有汇款委员会。9点开会时间一直到，身为调委的吴欣盈煞无看到人影，直到9点05分，伊才出现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今天又迟到呢？官讲出现，紧调要去主持开启，毋过根据 TVBS 的上新民调公布，3个候选人的好感度，萧美琴介意的人有45%，无介意的占32%，赵少康是介意的有32%，无介意的49%，吴欣盈的好感度上低，介意的敢若16%。无介意有40%。你怎么看你的好感度？会不会觉得是跟应对上面的问题，所以让大家好，谢谢。对民调数字无回应，吴欣盈即抓出国去美国和青年座谈，有媒体发现伊身躯顶穿的这束衫，领导丢端看起来贵三三。不过即摆登来台湾，调讲老台语开讲，敢若想要让大家感受到伊的亲切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